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线上的各位兄弟，咱也要做伙伫遮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请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学乐敬拜咱的主，荣耀你的圣名。咱要做伙学乐来。耶稣，愿听你，愿要敬拜学乐你。荣耀你生命的菩提叶，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的菩提叶。耶稣，我听你。耶稣，愿听你，愿要敬拜学乐你，荣耀你生命的菩提叶，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愿听你，愿要敬拜学乐你，荣耀你生命的菩提叶，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的菩提叶。愿一切荣耀归乎咱主咱上帝，咱要用主的话。伫遮来感谢咱的天父上帝，也用伊的话伫遮来提醒咱，时时回转到主的面前。咱做伙读上帝的话，做伙来。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已经临到这个家，因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认出来是要追找佮拯救失落的人。有真侪人对耶路撒冷、犹太各所在、甲约旦河一带来伊遐认罪，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弟兄姊妹，咱要来学了感谢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主，啥物款上帝哦？伊是享受咱救恩，伊是主动来追找失落的人。伊是要享受咱有永远毋茫，所以咱咧学了感谢主啊！你是主动来怜悯阮、追找阮、拯救阮的主哦。阮愿意回转，愿意认罪，来邀请你做阮生命救主。咱开声，同心来学了来感谢。主啊，阮感谢学了你，你是阮的主，阮的天父，你是阮的救恩的源头。要阮会通伫遮三甲主小乐来敬拜，阮会通伫遮领受主的恩典，因为你是公义信实，你是直到永远拢听阮的主，阮的上帝。你主动来追找失落人，阮就是互你伫遮来追找，会当用信心来领受你的恩典的。愿主你来受恩所，互阮会当有圣神的感动，当因耶稣做主。愿主你来受恩所，阮会当回转到你面前，接受你成做阮生命瓦靠。感谢主，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阮遐做罪人的时，你找紧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阮来开一条通天的道路。主耶稣，你主动来追找失落的人，你主动来到伫阮的世间，伫遮。互阮有机会劳苦重担来就近你，
你就要互阮得到安息。愿主赐福阮，互阮今仔日早起的礼拜，将一切荣耀归于你，也将你的救恩赏赐互阮遮的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今仔日有遮的兄弟要伫遮来洗礼，要坚信，要来信仰告别。愿主你的圣神大大来充满。若无圣神的感动，阮袂通称耶稣你是主。愿主的圣神也感动阮在座也个无道的朋友，互因会通接受耶稣你成做因生命的倚靠、生命的救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姊妹，咱也要恳求主伫咱的心灵来满足，伫遮来供应，伫遮来医治，伫遮来透放。歹困的吼，这段圣经你一定要甲背开，真做你的祈祷。咱做伙来宣告来，我要安然倒在困，因为只有上主，你会互我安稳徛起。愿属毋忘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佮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毋忘。无毋忘的哦，这段要讲做你毋忘。拄仔讲歹困的了啦。主啊，你要互我安然倒咧困哦，因为你要互我安稳徛起，靠耶稣的名阿门。你若真歹困的哦，搁爱透过安眠药一粒两粒哦，搁倒落困袂去哦，坐落就哈去哦，你就祈祷讲主啊，上帝话真做你的安眠药哦。咱要做伙伫遮来祈祷哦。你的心灵有啥物款的需要无？你的婚姻感情、产业，你的事业工作，昨甲今仔日是啥物日子知无？恁兜若有迄个拄仔要考试的吼，人就是统测，佮有今仔日。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咱知影讲即个代替吼。今仔日安怎？人毋是罢工啦，人是休假啦，吼，人休假啦。不过这服务业都是其实爱为着大众想，这个人际关系沟通安怎较无好势呢？所以吼，咱今仔日有对台北来说，就无法度坐火车，所以嘛影响咱呢。所以咱若有祈祷哦，它袂影响咱平安过日哦。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为着遮来祈祷。咱嘛会通为着代替这员工吼，因行这个行业，其实互政府嘛替因想，爱嘛替大众想。所以兄弟姊妹，我邀请咱替因祈祷，其实对咱有利益哦。好，咱中间若需要伫身躯边疼的，也是你需要代祷，你会当徛起来，长老会为着恁来祈祷哦吼。你若需要徛起来，咱同工来为着这兄弟姊妹来祈祷。你邀请主耶稣，伫你的灵、思想、感情以及身躯做你的主吼。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学了感谢你，你创造阮全人，互阮有想法、意念，你分一口活命开始，互阮会当成做有灵的活人。哈利路亚！主，阮恳求你，因为阮啊，甲你连线，会当接受对你来真好的这思想。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经历你丰富的恩典。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学了你，因为你是阮的帮衬，互阮歹困的会通有好的困眠。阮倒咧，因为耶稣你的陪伴，做阮安然好困。愿主你来受恩所，伫阮的生命中间有拄着你，伫病痛中间有你的医治。亲爱的主。你呼召阮有劳苦的，有重担的，有放袂落的，你拢呼召阮来就近你。你是互阮会通得到平安，得到安息，互阮会通安稳倒咧好困的主。主啊，阮知影这个世代有侪这操烦来困扰阮，嘛有侪这兄弟姊妹因需要借着这安眠的药方伫遮，互因减在困几点钟。总是主啊，你会通透放人的心，除去这颠簸，除去这忧郁，互人会当安然自在，互人会当伫遮来交托，你就透放；互因会当伫遮来找求，你就互因得到；
互因伫遮伫病厅中间得到医治，欠缺得到供应，找无路的伫指引一条活命的路。愿主赐福阮心身的勇敢，灵魂体形成，特别祝福这代替的员工。阮知影因安怎为着大众的利益来想，也互政府为着因的福利伫遮来想。愿主你来赐福，互阮这整个的社会拢会当和谐。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最后，咱要为着主来祈祷来守望，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祷靠圣神专心祈祷，常常祈求，要不时警醒，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为着我祈祷，求上帝赐我信息，通好胆开嘴宣扬福音的奥妙。保罗讲安怎？讲咱常常爱祈祷，嘛为祈祷，伊怎安怎？哇，好胆伫遮来开拓上帝的律法福音所以为着牧者来祈祷，为着咱咧宣讲、咧服务无论是对儿童、青年，还是遮成人，或者同工安怎好胆会通开嘴宣讲福音，嘛，互你讲好胆宣讲福音，毋是干那牧师尔所以伫遮，咱为着咱个人甲上帝有好的连线，你就会通接受哇源源不断的福气。祝福今仔日要洗礼3个洗礼，2个更新礼这拢较青年少年一位咱这边上信仰个别认同即个大家庭咱为着因即6位来做来祈祷，也为着咱有做遮的事工。互咱会通伫遮来透过遮个事工，知影要荣耀上帝，会当互上帝福音扩阔。咱为着崇拜部透过遮个礼拜的听书，伫疫情影响的时阵，咱透过遮个直播，咱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就是要互人认捌真理真理才会透放人的心你姊妹，因为你的祈祷，互咱所做会通更较顺遂。互更较侪人会通接受，会通对无共款，所以圣经讲用各样的智慧，用主般的智慧，甲人带到上帝面头前，要当得福音的好处。咱作为起立咱坐就好，歹势坐就好，今日无敬拜赞美咱坐咧，咱伫遮做伙来祈祷做来祈祷，开声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主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生命中间来掌管，你也透过礼拜，互阮用心神甲真实伫遮来敬拜你。愿主你来施恩赐福，互阮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经历你的恩典，互阮对你的话来看你的真理，真理要透放阮的心来得到自由。愿主你施恩赐福，帮助阮。哈利路亚。最后说，阮伫你面前恳求感谢俄罗，互阮会通伫圣神你所赏赐的同在的下面，阮伫礼拜中间透过俄罗敬拜，透过诗歌，透过上帝的话，甚至伫启用的中间，阮认捌你，感受到你的同在，也愿主你透过阮的恳求祈祷，对你施恩宝座。来显明你家己，互阮更较清楚认捌。你显明你恩典，互阮伫欠缺得到补助，互阮伫找无路时，你就是迄条通天的道路。愿主来赐阮，阮即时也要用使徒圣经来作为告别阮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我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
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们。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的人，大有福气。我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各位兄弟平安，请咱来共同来吟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名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到万万世。荣光归伫定咱的主，世人罪我无下主。荣光归伫小咱的主，甲主罪恶万里久。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地咱恩赐。荣光乌罗到万万里，情天赛罪恶因事，无款荣光无尽无穷，乌罗充满有流流。荣光荣光荣光上帝，安拢的王到万岁。咱三甲来祈祷，信实、公义、慈爱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学了你奇妙的作为。你是做新事的神，是伫沙漠开江河、伫旷野开道路的主上帝。你看过每一个倚靠你的儿女，将阮当作宝贝，怀抱你行情惜命命。主上帝，你也是阮的牧者，阮无欠亏半项。阮虽然有时经过死荫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的棍、你的竿拢互阮安稳自在。你用油抹阮的头壳，款待阮做贵宾，伫阮的杯到满出来。阮要永远住伫你的厝，领受你的恩惠。伫现代资讯爆炸、价值观多变混乱的环境中间，阮有时拢会照家己看做对的事去做，世上却偏离主上帝你的旨意甲教示，低到损害主的名，或是陷落伫罪中。恳求主怜悯赦免阮所犯的罪，帮助阮重新调整阮的心思意念，来归向主，并尊主做大做修善。主上帝，你知影最近台湾 COVID-19 的疫情，每一日拢增加真侪确诊的人数。虽然大多数拢是轻症，但是犹原造成人心的不安。恳求天父上帝怜悯看顾，互疫情会当渐渐来平稳落来。人人拢隔
继续做好防疫措施下面的时阵，渐渐会当来适应甲伊和平共存，嘛互生活哪来哪正常。主上帝教会现主时，伫1楼、2楼的整修以及中华路3号2楼新堂的装潢工程已经咧进行中间。恳求主你来保守施工期间一切拢平安，按照有定的时间，伫8月底进前来顺利完成。今仔日洗礼、献信礼甲信仰告别的兄弟，恳求主你来赐福因，享受因有属灵的智慧，来明白圣经，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互因的信心更加坚定。这礼拜秋正的训练、圣经共读、拜六礼拜的圣礼典，以及青年牧区领袖小组，主你来保守带领，会当顺利完成。主上帝，我来为崇拜部同工来代祷，恳求主圣神来保守所有梦想的礼拜直播，拢顺利来完成进行，无发生任何意外的状况。求主上帝你来带领每一礼拜的礼拜，使我兄弟有信心甲气力，无惊吓疫情的变化，有缘持守来个教会来敬拜俄罗主。每主日服侍的同工，求主赏赐因聪明、智慧甲信心，也赏赐互因敬畏上帝的心，伫服侍中间经历主你的恩典甲圣神的带领。父上帝，阮将这以上的祈祷摆在你面前，恳求主你来接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即时来启用文59，罗马书第10。启用文59，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偌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这是要请圣乐队来献诗，俄罗上帝。
这是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士师记17章第1节到13节，士师记17章第1节到13节，各版本的耶稣，请看荧幕。17章第1节，有一个人叫做米迦，住伫以法莲山区，伊对老母讲：“你1100块银，互人偷摕去，你甲迄个人咒诅。”佮讲互我听，你看，遮个银伫我遮，是我摕的。伊个老母讲，愿上主赐福我的囝。伊就将迄1100块银还伊老母。后来伊个老母讲，我要将遮个银献予上主，互我的囝通刻一身上，佮煮一身身上。等我将遮个银交互你。米迦阁将遮个银还伊个老母，伊个老母就用200块银，互拍金师傅做雕刻的神像，甲铸的神像。遮个神像下伫米迦的厝。米迦有一间神庙，阁做以弗得甲家族神像。伊阁甲伊的一个囝设立做祭司。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照伊看做对会去做。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伊是利未人，暂时住伫犹大支族的地区。伊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通徛起的所在。伊来到以法莲山区米迦的厝。米迦问伊讲：“你对叨位来？”伊应讲：“我是利未人，对犹大的伯利恒来，要找一个通徛起的所在。”米迦甲伊讲：“请来到我住，做我的师傅，做我的祭司。我逐年互你10块银，一套礼服甲食面。”利未人就入去。利未人答应甲米迦做伙住。米迦将即个少年人看做家己的囝。米迦甲利未人设立做祭司，伊就住伫米迦的厝。米迦讲：“当我知上主要好款待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以上，即时要请主任牧师、尤牧师来讲道，所讲题目是敬虔背后的动机。敬虔背后的动机。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即个社会世代、行行的世代，你有缘搁一遍来召集阮。来到你的圣殿，伫遮来学落来敬拜。愿主透过礼拜中间，你的话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互阮会通照安尼去行，拢会通真做得到福气的百姓。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因为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你快胎啊未？你有胎过无？无啦吼。啊，你有去拜去买即个？快筛剂无？无啦吼，你拢毋惊吗？咱若小可，你是毋是爱需要快胎啊？是讲小可留一个片哦，咱是想讲我是毋是有去钓着安尼啦吼？钓着迄个啥物？我钓着发票无啦？咱拢想去 COVID-19 对无吼？所以兄弟姊妹哦，即个你今仔有睇过啊无？这其实是伫2月吼，今年2月美国吼，因的生活的一部分呢。哦，因迄个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哦，伫迄中间拢需要讲睇一下吼，快筛安尼。所以因信哦，恭喜，你会通来聚会吼，会通甲兄弟姊妹相甲见面吼。总是你若阳性咧，安尼你就是爱隔离，爱隔离。甲人保持距离哦，所以伫遮若搁较过一段时间即摆几工3+4啦3+4，迄是隔离啦你若小可搁严者，若讲是阴性的，安尼你敢会通出来甲人斗阵伫这中间来见面。所以若伫迄个中间拄着遮个困境的时阵，都爱家己一个。伫遐受隔离，即伫过去圣经内底有真侪即个病例，比如讲太高的即麻风病，
伊嘛是爱伫遮吼，到伫营外离开人群，离开亲人哦，所以迄款的心内是足郁卒的，你知无吼？所以咱拢真期待讲，咱袂着，总是即个中研院的何美香即个博士哦，讲其实咱即马安尼方向是对的，因为通甲国际接轨啊。啊，所以咱有注三剂无？大概拢注三剂，因为有的人可能感觉身体问题吼。啊，所以毋敢住安怎吼？迄着爱保护家己哦吼。啊，咱尽量就是住三剂，咱像据点，咱拢爱住三剂。政府迄卡路拢吼，迄个健保卡存咧哦，有三剂当会使来，这是政府规定嘛吼。当然，咱伫礼拜咱无安尼规定，不过咱保护家己，咱尽量来通三剂拍满，较袂迄个动静啦吼。啊，然后就是讲，咱看讲伫即个过程内底哦，保护家己。啊，互咱伫即个面对疫情世代，新加坡即马讲机场安怎？恁知影状况无？拢人，因拢开放啦，哦，所以较袂多强存啦，哦，所以伫咧中间，咱嘛是渐渐面对这个啊，检测就种所以你就感受咧，好亲像啊，其实这是恁若注满，你就会感觉讲。我着较轻啦，啊，好亲像平常时的感冒，所以毋免过头的紧张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有一个新闻咧报道讲，你若无确诊哦，你好亲像无朋友的人。这个真正即摆想法拢无啥共哦吼。啊，除了咱伫迄中间的感觉的时阵，咱慢慢过头的紧张哦，甲迄个困当面的狗仔甲叫起来，喂喂，起来安尼吼，吼，莫家己惊家己哦。所以伫遮。如果另外，咱要对今仔日的经文来看，讲咱若有常常咧照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欢喜内底做代志的时阵吼，那安尼咱需要安尼家己心灵快筛者、心灵态者。因为今仔日咱要看的经文拄啊吼，拄啊经文甲咱讲啥吼？来，我来看一下吼。拄啊经文，伊发现遐山地有一个叫做米迦吼，啊，伫迄个世代。伫第6节吼，伫第6节讲，以色列迄个时阵是无王啦，无王就因所行所做安怎？照家己的欢喜去行去做哦。所以伫遮，咱要检查讲，咱家己是毋是伫做遮个服侍，还是伫做代志的时阵，是我欢喜就好啦。所以我欢喜，我就凊彩做啦；啊，无欢喜，我就莫做啊。那这时候，咱爱小态者就讲，我是毋是有偏离伫上帝的道路顶面哦？啊，看迄铺几条线出来吼，是2条线还是1条线？今仔咱要透过这段圣经伫遮过来想讲，咱人捌人所做无论每一项的动机是好的，是上帝欢喜的，还是人欢喜的安尼吼？第二，咱要来看讲人物上帝伊互人的时机。我即摆困境，啊，上帝你当时要互我会当脱出个困境，啊，若无我就照家己的方式，照家己的想法直接来做。哦，咱看米迦就是安尼，伊的老母就是安尼哦，米迦跟他的母亲，啊，个咧，一位少年的利未人。南山做凊彩做，所以你看，咱对17章到伫后壁结束的时阵哦，有2个利未人，这拢是咧侍奉上帝哦。但是哦，这2个黑白做的时阵，递到后壁，互因去拜偶像、犯淫乱，递到规个支派强要灭掉。所以咱要看，敢若到安尼结束。上帝，你有安排什么款的时机啊？无，所以佮刷落来，咱要来读什么记哈？士师记读了后，要来读啥？哈？士师过来咧，路得记啊！啊，这拢有条工安排呢。所以咱连伊牧师在分享的时阵，咱再做伙来探讨哦。头一个就讲，咱要安怎待咱，无论是外在还是心灵。咱有出现迄个危机的线啊无啊？
所以伫遮，咱看这段圣经讲一个在头体偌济，1100箍哦，啊头体了咧，这个老母发现讲啥？我的钱去用头体，就开始安怎咒诅。这个死囡仔宝，这个查拉宝吼，因若太后因老母就吼，因毋知有讲着安尼无啦吼。哇！啊，因囝就将钱摕出来，听着因老母咧咒惨吼，哇！这声代志大条的吼，所以家己就钱摕出来咧，钱摕出来，母啊，我摕啦。啊，你也想讲，若因老母拄啊咒惨，连即个查拉宝吼，甲因老母，安尼是咒惨着啥？咒惨着家己对无？所以就赶紧哦，安尼，惊咒诅，所以伊害钱，囡仔害钱啊！啊，伊安怎？惊即个咒诅嘛，啉到着家己，所以200箍互你。你较诚实，200箍互你，过来为着伊做啥？做神像呢？做神像了，佮讲一句话，讲愿耶和华上帝来赐互你，哇！所以你看有金钱，但是欠缺心灵的这个追求，欠缺灵性的复兴，这就是以色列人因的光景呢。所以离开上帝、无王、无上帝的时阵哦，所以因就懒散做，这就是有钱，但是无灵性对倒的开始。也是姊妹，咱来看哦。伊讲愿我的囝哦得到耶和华祝福。伫迄个咒惨了后、咒诅了后，然后佮为伊做一个神像，然后米甲佮伊做啥？以福德，佮另外做一个神像。哦，恁来想象着讲即个佛堂哦，即个神坛啦，咱莫讲佛堂，神坛哦，伊是掠做用我做祭坛，我设立祭坛，我做即个祭坛是要敬拜上帝呢。但是好亲像摩西伫山顶。伫遐咧领受10条诫，哇！迄个图像咱有小领受者。然后阿伦带这个百姓伫山骹咧做啥？做金牛啊，无恁小弟拢看无人，无嘛甲咱做一个像，阮金啊，遮拢刻出来。你甲咱做一个，互阮看会到的啦。所以伫遮咱看讲，无仔囝吼，拢参与伫这中间。行受咒诅，行受上帝的责罚，但是因无受到讲来，迄个10条诫啊吼，咱来想讲，我迄个10条诫，咱会无记安尼吼？咱想讲伊犯着啥物？除了我以外，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一诫，过来咧，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过来咧。毋通拜伊，所以1、2、3拢安怎？冷气嘛小开者，我看迄个乡长伫遐咧热风啊，比较闷哦，冷气开一下。3届，因囝犯着啥？第几届？第8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兄弟姊妹。当伊信仰若错乱，掠做讲我敬拜上帝，但是为着家己伫遐咧做常，敢毋是嘛？所以伫遮咱看讲，摩西伫山顶伫遐领受10条诫，但是咧伫迄个过程中间，因却伫遐内底拜遮个偶像，因掠做因是伫拜这位上帝。另外，咱来看讲。这位利未人吼，少年的利未人，伊本来住地哈，伯利恒。兄弟姊妹，伯利恒是啥物所在啊？咱敢若想着讲是耶稣降生的所在，对无？伯利恒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粮仓，是粮仓呢。总是这个利未人哪会无法度生活落？这少年的。伊可能世界佚佗偌踅，无伊应该是爱住伫迄个所在啊。伊为虾米走找迄个大个所在，会通伫遮生存遮个所在？
咱来看讲摩西伫遐吩咐交代，真正交代，伊要死进前吼，千交代万交代。所以讲，我今仔日叫天叫地，你看有激动无？但华语讲呼天抢地，而且讲我叫天叫地对伊来做证，讲我今仔将我的生死将生死灾祸福气摆伫恁的面前，看恁要经啥然后恁就听上帝，哇，这讲了，就结束伊的生命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伫这过程中间，这个利未人，咱知影这个少年利未人，如果咱若看到后壁，咱就知影伊的身份是啥物人。你知影伊阿公是啥物人无？因拢还未看到遐咱后壁有几工诶，咱即摆咧看即段因阿公叫做摩西，安尼知无？所以这位利未人伊要互人欢喜，结果做出这样。你一支笔，你嘛看规经拢是啥？拢是真相。伊敢袂想起因阿公交代？因阿公交代讲袂使黑白拜，敢无嘛？但是这个少年为着啥？为着巴肚，10箍，还佫有一束衫，会当带会当食，好啦。本来是利未人是咧侍奉但是会当做祭司是啥物人啊？是阿伦的后代呢？这位米迦嘛黑白做咧，叫因囡仔来做祭司，凊彩彩。但是祭司是啥物人派？今仔日圣经讲啥？这位米迦派后来派啥？派这位年轻的少年的利未人来做祭司。这是上帝吩咐交代呢，毋是人凊彩黑白伫遐设立所以要互人欢喜，所以凊彩派，凊彩南山做，毋管因阿公有偌济交代，对无？兄弟姊妹，咱看讲，伫咱的侍奉中间，是要互人欢喜，也是要互上帝欢喜。第三，主要的，咱做来读来。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米迦讲爱看做对，少年的利未人，我有通好食，有通好住，安尼看做对。迄个无王，主要伫描写讲，因心中没有耶和华上帝，心中无上帝迄个王是咧描写。所以，迄个世代无上帝，甲因啥同在，因着安怎任意而行，照家己看做对，我安尼对，看10箍对。伊无想讲，伊为虾米流浪到伫即个米迦因兜？伊无想讲，入去伫迄个神坛内底拢偶像，安尼毋对啊！佮咧拜伊有对，佮哪像咧伫遐跋杯？兄弟姊妹，咱看当咱的侍奉，当咱的信仰，若用显的对，这段对，若无介意，这毋对，毋是安尼啦所以罗马书其实保罗咧甲咱讲啥？当咱无认捌上帝，无要荣耀上帝，不荣耀不感谢，故意不认识他。我是用上帝提醒咱，因为这是堕落的开始感觉家己聪明，就去做偶像，这敢毋是米迦吗？所以，伫遮咱做来读来，因自称聪明，其实愚妄。因无将眼光归乎未死灭的上帝，反倒去拜未死灭的人、飞鸟、禽兽、通拖等的像。所以，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的欲望，去做无清气的代志。直到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所以第一个开始想了对落，我来创一个像。所以第二就是伫宗教上对落黑白拜对无？我咧拜上帝，但是菜遐济像是咧拜啥物上帝啦？然后行咒诅，个上帝愿你赐予我的囝儿。第三，伫道德甲性的对落。
你知影后壁，咱若看到后壁，另外一个利未人，伊带伊的某要倒转去因兜，因为去因丈人遐，因某毋知该安怎，无啥要转去哦。所以伫遐翁仔某有一寡遮个管吼，毋知冤家啊啥，所以好无简单就要转去，结果咧，哦，伫迄个暗时的时阵，找无所在通住，去住伫一个老大人的所在，哦，所以我鼓励咱去看后壁，哦，啊，所以就有一阵匪徒，有一阵人，甲迄个老大人来，甲迄个查甫人哦，迄个利未人叫出来，要互因安怎，哦。啊，迄就是同性的一个问题啦，所以伫遮安怎叫迄个查某出来处裁官安怎？结果迄个利未人甲伊的细姨呢妾啊，伫遐杀出去。结果呢，人是要爱伊呢，伊甲因太太杀出去，结果迄互人性虐待，到安怎差不多要死，伊甲挨等于死了，搁72地，所以后来造成啥物？支派中间的相杀，所以你也看讲，若做毋对失错，无上帝伫迄个心内时阵，后壁一寡危机一连串。所以人伫道德败坏过来咧，伫迄个性的对德性甲道德败坏了集体性的，所以你看后壁迄款的烧态哦，伫迄中间的对立，所以咱看讲无王。遮咧讲的，就是讲无上帝伫因中间，因着安怎懒散去做啊，只有家己欢喜去做。即摆咱要安怎伫遐来睇啊？睇讲咱所行所做，咱要做一个事工，咱要做啥？是毋是上帝你爱，还是我爱？第一个，咱要来看讲，要安怎指正咱米甲伊的敬拜的想法方式毋对。要安怎伫遮来提醒咱？伫咱的敬拜内底，咱是形式化，还是我用心神甲真实伫遮来敬拜？耶稣咧，甲这撒玛利亚妇人人伫对话中间，伊讲：阮的祖公拢伫遮咧敬拜啊，伫迄个撒玛利亚，伫遮山顶咧敬拜啊。耶稣甲伊讲：上帝是一个神，是后要到要用心神甲真实、心灵跟诚实。迄个诚实吼，另外原文咧讲的是啥物？是真理。你要用心灵，个要照真理伫遮来敬拜，安尼即款的人，上帝敢欢喜伊对伊的敬拜吼。所以真理的神来的时阵，伊就会带恁了解一切的真理。伊袂照家己的意思讲，会照所听的来讲。嘛会甲恁传达未来的事。哦，所以伫遮真理会互咱知影讲未来的事呢。你毋知真理要伫遮来阐明，互你了解，互迄个无明要当伫遮来通达啊。所以耶稣伫遮伫提醒咱讲，亲像米甲伊毋知乌白蓝三做，亲像遮以色列人因伫山甲掠做一个像，因就是伫敬拜这位耶和华上帝。咱检查伫做一个事工，咱掠做咧敬拜上帝，是毋是咧敬拜咱家己？第二，咱要校正咱家己的即款的服侍的态度吼，是要互人欢喜，也是要互上帝欢喜。咱做来读来，所以咱就感谢，因为咱有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度，咱就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甲敬虔来服侍伊用。过来一段吼，来过一段时间，该阮摕一寡土地的出产献予上主。阿便嘛将羊群中头上生个肥的羊献予上主。上主意爱阿便甲伊的礼物，毋过无介意该阮甲伊的礼物，该阮就真生气变面。上帝欢喜啥物？为什么伊会甘纳接受阿伯的？你知影阿伯献啥无？头上啊，过来咧，搁陪中文华语讲上好的啦。该阮呢？摕啥？一寡。即摆安尼听会出来袂？一寡。
哇！我遮作者啊，一寡阿伯的心态是安怎？我真注重这个献祭，无论我对这个服侍，我是用心，我用上好的态度，伫遮来献上。我伫金子上，我嘛分别做成，伫遐来献上，毋是剩的，是你来领受的，我先分别出来，然后我献上。敢若即个所在，上帝讲，你会当试我看觅。所以马列基书3章第10节以后，咧讲起10分之风的，你先分别出来，你看当即个上帝就加倍祝福。因为即个无受接纳，你也看无正确的态度，然后佫受气，佫变面了后，就引起人类的第一战的啥物？凶杀案。凶杀案是兄弟啊，杀兄弟啊，真可惜。所以咱要咱教证，互咱的奉献是互上帝欢喜的，兄弟姊妹。互咱的献上的，亲像撒母耳安怎讲？撒母耳讲迄个奉献的态度，啥物是上帝爱哦？咱做来读来。撒母耳讲，上主减伊爱烧化祭甲祭物，较赢伊爱人尊叹伊的话吗？你着知听叹比献祭较好。顺叹赢过羊羔的油啊，羊羔的油哦，听叹、顺叹是上帝意爱，毋是你献偌济啊。当然献上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伊较要紧是要阁祝福你。伊较要紧是讲你有要尊叹我的话啊无？你有要照安尼去做无？所以咱要怎校正你的心态。毋是互人欢喜，我做这事工毋是互某物人欢喜，是要上帝你得到荣耀，要互你欢喜啊！所以这是咧调整咱哦，所以调整利未人伊的心态，是要为着家己欢喜，为着家己的腹肚欢喜，也是要为着上帝来欢喜。最后一个，咱看讲，上帝要透过安尼来帮助咱，因为迄个时代讲无王啦。心中无主，无只有上帝哦。所以伫遮要帮助咱，士师记的价值就是对人类处境的一个探讨哦。所以，互人看见讲人的歹，因为无上帝懒散做，照家己欢喜去做。所以伫遮士师记的作者咧提醒讲，人需要有上帝赏赐伊的救恩，所以要派一个王伫遮来拯救。因为当时无一个亲像约书亚迄个领袖，约书亚的意思就讲上帝要拯救啊，总是伫迄段时间真长的时间，只有士师，总是这士师若歪错去，所以地教互这百姓就艰苦啊。啊，百姓嘛家己懒散做，无接受，无邀请这位耶和华上帝正做因心中的王，所以就安怎？哇，规个支派，规个这以色列拢。伫遮真凄惨，所以伫遮咱有看到后壁，咱对着迦南之声做伙咧读。伫迄中间，你去了解讲，好参就咧看遮连续剧，到尾啊结局是安怎？正如到伫即个路得去，上帝竟然使用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无先师，失去倚靠，甲伊的大家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迄款的信仰的告别，地教互伊会当正做是一个对大笔安尼看是伊的啥？伊的祖先，然后对耶稣基督的族谱，伫遐看是伫迄个救恩族谱的一个祖先的，一个外邦的女子，表示讲伊心中有主哦，伊就正做上帝的国度内底一个真要紧束缚的管道。所以今仔咱看伊讲。正如到伫咱士师记读了，咱过来就是读路得记，撒母耳上悬，伫遮就咧讲起以色列的王权哦，要牵到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要为因伫迄个世代无王的时阵，恁若准备好势，要为因准备一个救主，一个倚靠。所以今仔日，咱的生命面对着即个混乱的世代。咱是毋是无王无主伫咱的心中？
也是咱会通邀请耶稣基督伫咱的心中做王。咱行的毋是凊彩黑白行，照家己欢喜，照自己喜欢的而行，是会通照上帝为咱备办的义的道路。伊为带我行义的路，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正做上帝的囝儿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透过圣经的预言，洗礼约翰的老爸本来无生囝，受圣神充满的时阵，又讲出伫遐要有一个救主来出世，伊的囝就是这个救主的先锋啊。今仔日上帝提供伫这个世代无路通行的时阵，耶稣来，咱拄仔过偌济，伊就是为着咱备办一条出路，所以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啥？活命。若无人透过我，无人会当去白遐。兄姊妹，这是上帝为着咱备办的救恩。事事记了后，路得记开始在准备这个救恩，一直到伫今啊。咱真正有福气哦！迄无看见着信靠伊的人，相信的是有福气。所以兄弟姊妹，咱信靠主，咱的动机，咱爱随时来调整。我做这项代志的服侍，迄项代志的服侍，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咱咧鼓励兄弟姊妹做见证了后，最后一句拢会讲啥？我将一切荣光归予这位上帝。有的人做见证了是要荣耀伊家己的，所以错误的心态爱校正转来。所以上帝有伊的时机等待。后壁咱咧看蛋的指派，牧师当咧准备5月开始的蛋的指派，上帝毋是想说互有产业吗？伊无要去得，伊要黑白拍。蓝山做，所以做成安怎？另外一个城小台，过来抢人的偶像，了做讲上帝要祝福。啊，这个少年的利未人，这个摩西的孙，讲愿上帝说恁平平安安通好去。啊，凊彩后白讲，安怎啊去拄好缘对，对吼，这蔬菜足水的吼，甲结落。你姊妹，咱看讲，若错乱、错误、错失上帝伫个心中，就南山做啦。上帝有个时机，上帝有个备办，亲像撒母耳讲：听叹、顺叹，这是上帝爱啊。愿主来赐去互咱哦，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除了你以外，阮无有其他的福气。主啊，阮恳求你，互阮伫这混乱的世代、价值观扭曲的世代，你的话就是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就是阮路上的光。互阮无照家己欢喜南山做，互阮会通照上帝你的欢喜。我就照主你的欢喜，照你的话，照你的旨意来行。天父上帝，真正感谢你，你的圣神感动，互这个青年人因愿意伫上帝你甲正人面前来立约。若无你的圣神的感动，无人会当称耶稣是主。求主你的圣神继续来感动，互因坚固因的信心，面对伫这歪错世代，因有主你的价值观，伫遐来服侍你，到你主你过来。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这时阵，咱要来举行成人的洗礼。咱大声，咱来吟这诗歌。圣诗354首，第一节、第二节，咱一个吟。在吟诗的中间，请3位要洗礼的来到这头前加入新荣，个伟达来到头前。
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星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因的，着假使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仔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彼得迄时有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我要对你们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恁三位要受洗礼，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注意来听，牧师要问恁吼，恁注意来听，有啊无吼？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有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有啊无？来，咱请要洗礼来跪伫跪在这里吼。你假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使用你，互你有智慧，互你手所做行通顺利，会通带人来到主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互你全家也领受救恩，靠耶稣的名，阿门。王伟达，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赏赐你智慧，伫你做工程师的过程中间，要有不断创新的灵伫你内底，也要成做这世代青年人的模样，靠耶稣的名，阿门。李新荣，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开阔你，你要成做引带做青年人，成做上帝所采用的，伫即个世代，成做是一个管道。上帝也要使用你的智慧，互即世代看见上帝奇妙作为，靠耶稣的名，阿门。
监听给我大一点。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佮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主所想属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同心祷告。全能慈悲听从阮的天父上帝，你伫这个混乱的世代，若毋知要哪行头前的路，你想属耶稣基督通天的道路，拍破人甲上帝中间的隔墙，互人会通因为信靠耶稣成做救主，会通自由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前，开喙恳求、祈祷、感谢。愿主你所互这的青年人，因伫因的生命中间坚固因的信心，甲你连线，不断领受你属天的恩典、智慧甲聪明，互因所做行通顺利，伫困境中间有主你真准的帮衬，互因真做这世代荣耀的见证。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人们向后转，咱来请小员来接纳。咱拍拍甲因祝福，甲因恭喜。咱先来介绍者吼，李嘉如李欣荣吼，这两位是姐弟吼，姐弟吼，因的爸爸妈妈吼，因的这嘉如的囝吼，亲友来徛起来。咱来恁这从政遐吼，这是。嘉如的后生吼，好，请坐吼。王威达吼，王威达，来，这女朋友啦吼，将来吼要结婚的对象吼，搁有吼引出来燕怡姐吼，就是玉新的妈妈吼，搁有玉新的哥哥吼。这来，好，请坐吼。所以这信用爱徛在后生的唔当要介意安尼吼。不过感谢主啦吼，伟达虽然家庭还未信主，但是伊的哥哥遐，哥哥先信主所以伫遮也为着因的全家来祈祷来祝福吼。再来，咱来请小莲谈判伫遮来赠送礼物。来，嘉如，来往前站在中间。还有礼物参加小组就是有遐尼侪好处了哇，好咱来，新荣来新荣。
还有，哇，是，爱塞车来载无？来，站这边了，再一张了，再一张，哎呀。来，威达。这桌顶做不用。好，咱拍波甲因祝福。还有啊，这未来的场较久啊遐，你先来，哦，这9年啊，应该会使啦，好，咱拍波甲因祝福哈，请回座哈，请回座。好，咱要做来吟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请要坚信你信用个别的3位来到头前。阮着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恁遮伫徛伫咱面前，是伫细汉有受小儿的洗礼，也是伫别个教派来接受洗礼。当要举行虔信礼，也是信仰个别来个别恁的信仰，通加入伫这大家庭有分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陈爱彤、蔡晨、蔡祖斌，恁细汉也是伫他教派已经有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已经互恁长大成人，也是清楚恁的信仰。当恁要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承认恁的父母。也是恁家己伫他教派所立的约，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也要重新誓约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恁注意来听，大家拢听有无？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有。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有。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要安尼行啊无？有啊无？恁细汉已经受洗，也是伫他教派洗礼，只是恁家己告别恁的信。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南小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
全能的爸，阮的主，阮的上帝，阮的好主无在伫你以外。你有去做你的教会伫地面上，透过你的教会宣扬你的福音，互信靠你的人会通加入伫你的教会，成做你教会的员工的一份子。愿主你来祝福帮赞，或者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因伫上帝你的眼中，拢是你所看重的，你用重价来买赎倒转来。愿主你来使阮所坚固因的信心，互因继续跑走伫上帝你为因备办恩典的道路。愿上帝你互因伫面对这个扭曲的世代，这个少年人会通成做这个世代青年人的模样。也愿主你来祝福去，互因手所做的，拢无偏离伫主你的律例。祈祷感谢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向后转。咱请小委员来接纳。来，咱来请来敬上礼物来爱童来向前。好，来以晨。来，主宾兄弟。来，这边来介绍一下来，先对蔡主编兄弟啦哈，伊来到伫咱教会年外啦吼，对别个教派伫遮感谢主吼，嘛经过一寡开心手术吼，即嘛很开心吼。感谢主，上帝保守，也拢有经历上帝的恩典吼。咱拍拍甲感谢，甲祝福感谢上帝。毋知有亲人有无？伫咱中间。住台北了哈，比较当然他的小组就是他的家人站起来来，恁来小组好。陈爱彤咱的单面得长老的千金来，准备长老哥哥好。我拄仔看伊在吟，我想伊要摕红包咧。来蔡以晨来王丽英小组长的公主啦OK 好，请坐。好我们请回座。咱来准备领受圣餐。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
是有你，我就真满意。只可你归来，我就多胜利。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上伊教会陪餐者，拄啊，遮个洗礼拢会当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伊要对规园的人所讲的，就是囡仔劳苦担重担的，会当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同在。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来祝谢。伫遮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遍食的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遍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来祝谢，咱又按照耶稣伊教示的款式，咱做伙来感谢来祈祷。主耶稣，你为阮来拍破你的石盘身，互阮美伫你的内面。主耶稣，阮感谢你，伫阮做罪人的时，你愿意为着阮来付出代价，顶死伫十字架顶，因为你告我想做阮有活命的毋望。愿主赐阮分别这杯甲饼做圣，互阮会通领受你的恩典，伫这个世代困境的时，靠主赢过这个脱界这个困境。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食的时就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遍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兄弟姊妹，伫你坐的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伫你的头前有这个杯甲饼，迄个挂要拍开的时阵，爱注意哦。你先准备好吼，念伊牧师讲，咱做伙领受，咱敢来领受哦吼。拢有无？伫你的头前，你若还未洗礼吼，还未洗礼，请你暂时莫接受哦吼，先暂时莫接受。摕去食，这个是基督身躯，这是主耶稣所留的宝血。咱逐遍食啉的是用感谢心来领受，咱做伙来领受。恁逐遍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同在。咱做伙搁一遍来感谢、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透过这杯甲饼，搁一遍省察阮伫你面前服侍的动机，阮所做的动机，是毋是符合着主你的心意？透帮阮，引带阮。倒转来到你主你所要为着阮备办的道路，愿主你搁一遍圣化阮，互这杯甲饼成做阮的气力，互阮有平安喜乐，互阮有气力来向前跑走。愿主你赐阮这时阵所领受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这是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引到一生，世界美丽的路途，为眼光你万年久。我的手爱你明年，为着我主做切言，我也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予你言，我已学落主无天，我献嘴唇来叮当，不断路引来求啦。请记日。我的自由的努力，演出龙潭的情，我会在这你手术，甘愿向你做祈求。主平安福气，日日供应阮的需要，阁有春的主，阮满心感谢学罗你。恳求爸上帝赐予阮有属灵的智慧，通明了，有信心来尊探主，对主所领受来的话语甲真理，做一个行为合宜，生活当中时时有好的见证，凡事自律、节制、持守真理。时时把握机会来为主做工，来传主的福音，成做主合意的器具，来为主所用。这时，愿将逐人乐乐所得欢喜奉献伫主你的面前，要来成做圣工的路用。恳求爸上帝，你欢喜来感纳。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要请由我叔来做消息的报告。大家平安。平安。咱中间毋知头一遍来，伫咱中间来做伙礼拜，兄弟也无，毋捌甲你介绍过无？无啦吼。迄个义兴的哥哥啦吼，第一次来吼，来，请你起来来开欢迎来。哦，对台北来哦吼，来欢迎。好，请坐。好，咱来看消息的报告。来，我来按哈。因为疫情正遇到伫流行的阶段啦吼，所以咱已经有取消掉即个10连制哦，即个10连制。不过即马有一个叫做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 鼓励咱，这样保护你到伫啥物所在，因若有确诊的哦，伊会甲你通知吼。所以这你伫你的手机的 APP 会当下载即个吼，因为总是咱入来，因为有社区的咱游员入来爱搁来签名啦吼，也是讲咱确认咱入来的即个人员啦吼。其他的请咱吼，就是讲若即个类似的症状，请咱就家己来小可注意。
暂时无来参加一切聚会，就讲你家己感受着，你知影讲你的身体状况啦吼。咱是讲22年的好会手册刊号表吼，已经有印挂伫外口，你若有需要，你就去摕吼。咱也感谢主今仔日有即几位吼成因洗礼、虔诚甲信仰告别吼，恭喜因诚做教会一员。咱后主日要庆祝母亲节，也有准备即精美的礼物要来送互咱的妈妈啦吼。请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后礼拜也是搁上过2礼拜吼，咱有出席的，咱会通赠送即个母亲节礼物咱不便来到教会兄弟吼，咱会当利用线上即个奉献的方法有线上咱有做遮的方式伫遮来奉献即拢写真清楚，你要十一奉献、感恩，也是其他的奉献、特别的奉献拢有你会通伫遮来透过遮的方式伫遮来奉献。咱110年110年的奉献证明已经分发伫咱的名牌的契约内底即个最近咱报税应该当时知无？6月底咱时间咧到，咱就准备啦爱报税这拢会当扣缴所得税抵扣综合所得税所以你奉献一减几啊个所以会当借助财宝着天顶佫会当上帝赐福气，佫会当扣税安尼。咱防疫的考量因为囡仔还未注遮预防针所以因到伫5月15，目前还佫是改伫线上来礼拜来活动。咱因为周间有遮个社区的一寡据点的活动佮有商业大学，所以咱即寡志工会欠缺所以咱也会通伫遮来回馈即个社会种回馈教会会当伫这中间来参加志工安排伫咱的，因为即马咧征收啦，所以需要有遮的人员来做志工，来做接待啥物人入来知影安尼咱的2022年的第一期的生活大金这名单已经公布伫周报第7页那伫5月7、8第2场主日礼拜要颁发请这受奖的人员会当出席。咱第2组的陈玉新老师伊的老母陈吕云陈吕云姊妹伫4月25望主恩调享年86岁，要定伫5月14日早起9点伫唐市立殡仪馆美德厅举行家祭10点举行公祭了火化。陈吕云姊妹是牧师甲洗礼啦不过伊伫伊家庭囡仔为真大部分拢无信主啦不过有甲因协调，我顶回已经有讲，伊临终的时阵，就伊的哥哥请牧师去先为着伊的妈妈来祝福所以已经有伫龙潭遐，我有甲因祝福，甲规囝儿孙拢伫遐祝福啦不过因也是有一寡只坚持，所以用到个别式民间的个别式。不过这是为着活人啦但是已经得到救恩咱会通伫祈祷中间，特别为着陈奕新老师因来祈祷啦因为面对即款信仰的无共款不过牧师甲同工也会去遐来致意因哥哥嘛真感谢教会伫迄个病床的中间伊嘛讲妈妈，这去耶稣遐啦伊嘛真清楚啦。不过我想早晚啦上帝救恩嘛要临到伫即个家庭。咱伫祈祷中间来代祷来5月生即个受请，有无？有诶，哇，袂少咧，咱甲因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来，拍拍手，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主，换命对你来。你享受逐样属灵的福气，你也享受阮有才能，有最这恩赐。或者兄弟因丰丰富领受，也要伫遮来回应主你的恩典，互因伫因的时间才能听心，伫因所领受的，拢要成做圣工的路用，你就丰丰富富，佮加倍数伫因中间，阮深深的勇敢，灵魂体拢兴盛，会当荣光上帝的圣名，也互因成做这个世代光甲盐，为主你来做见证，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来，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出自记17章第61遍。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就是记讲。咱因祝福的诗歌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之说，请由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你被上帝赏赐大好，听咱亲像兄弟，听咱亲像兄弟。诚心观念，甲咱感动，遐期待咱心内。三位体甲咱相通，只是甲万世代，只是甲万世代。同心来祈祷，领受上帝所。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赢过死亡的关系，伊所享受的权柄，要充满恁，互恁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会当赢过这个黑暗的关系。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恩典慈爱的手，诚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互阮无受到这疫情病毒的侵袭，出入拢有平安。愿主你的圣神也感动阮，接受伫主你的律例，互阮无偏左无偏右，会当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
咱的礼拜到这，愿上帝甲咱三甲同在，请这个洗礼到咱的小会员牧者团队咱做伙伫遮来翕相所以咱受洗的了解个别个别。